Hello，10周年啦，10周年啦！麥芽口腔10周年慶現在火熱進行中，1萬份種牙禮免費大配送。咁種牙禮要點樣領呢？跟我嚟。入到麥芽口腔，行去前台之後，如果你已經提前預約咗，報你個名同埋電話號碼，前台同你登記掛號，之後就可以前往祈福打卡區出示你張領取券，領取我哋嘅種牙禮啦。種牙禮入邊包括咗一張2000蚊種牙禮金兌換券，一份10周年嘅祈福金貼，同埋一個護牙禮包、牙刷同埋牙線。祈福金貼有好多款可以揀㗎，真係超靚又抵啊！如果係第一次過嚟睇種牙，但係冇預約，唔緊要嘅，直接過嚟前台掛號，領取就診單，攞單過去打卡區就可以領取我哋嘅種牙禮啦。如果你唔係第一次過嚟睇種牙嘅顧客，亦都想要呢一幅驚喜滿滿嘅祈福金貼，只要去祈福打卡區參與打卡活動，影相或者係拍個視頻，帶上話題麥芽牙科周年慶、麥芽牙科10周年慶，跟住將內容發到我哋嘅小紅書、抖音、Facebook、Ins 任何一個社交平台就可以領取祈福金貼啦。麥芽牙科10周年慶，全年最優惠，仲有咁多驚喜好禮等住你啊！